開始慢㗎咯喎，你要踢一踢佢㗎咯噃，即係提醒佢啦，嚟咧佢就會停㗎啦，慢咗落嚟。打開左手，踢右腳，打開左手，踢右腳，係啦。好啦，嗱，而家練習行緊做up and down嘅動作 ，up 高啲 ，up down up down up down， 繼續一壓就上，踢一踢佢啦，嗱係咪停啦？係咪啊？嚇嚇。慢啲 ，up down up down， 高啲 ，up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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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 down， 我要高啲啊，企高少少嘅人啊 ，up down， 係啦，再高啲 ，up down， 繼續 up dow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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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繼續。隻腳落啲陰力落去啊！上嘅時間加啲陰力，夾住個馬鞍升上去 ，up down up down up down up down， 繼續。